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到第2节，第8节到第19节，以赛亚书第2章第5节到第11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第26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骄傲必败。骄傲的确是使人盲目的，因为高傲的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，更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软弱。所有的一切在骄傲的人眼中来看，都是被遮盖的。但是即便是遮盖着，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，这是骄傲者最大的问题。一切的真实与软弱都被骄傲给遮蔽了。即使是做了错误的抉择、错误的事情，也都会以为自己是做对的，做得很好。我们在最近的政治上面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。这个礼拜5开始灵性成长班将要分享保罗的宣教旅程。每一次谈到保罗，就会想起他所说的那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我出生第8天就受割礼，我生来就是以色列人，属于便雅悯之族，是血统纯粹的希伯来人，就遵守犹太教规这一点来说，我属于法利赛派。就热心说，我曾经迫害过教会，所以如果遵守摩西法律就算是义的话，我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。”这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到第6节。保罗的这一段话当中，我们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谦卑与顺服。可以说，在那个时期的他，完全沉浸在选民骄傲的盲目当中。他完全看不出自己是有问题的。当然，他后来改变了哈。在圣经里面，其实有好几位都曾经败在这个骄傲的事情上面。我们看到亚当的儿子该隐，他杀了弟弟之后，当上帝来找他问话的时候，圣经这样记载：上主问该隐：“你弟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晓得。难道我是看顾我弟弟的人吗？”有人说，这是因为上帝不接受该隐的献祭，才会引发这个杀机。但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。我们如果往前看，在第6节的记载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”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以及哥哥亚伦，也曾经因为骄傲而不顺服上帝的仆人。他们的弟弟摩西，记载在这个民数记第12章。后来我们就看到米利暗，他为了这一些骄傲，就被上帝惩罚了。我们另外也看到扫罗王，他也曾经因为骄傲，然后等不及就自己献祭了。他不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，
不愿意等候沙漠而来献祭，因此被上帝撤销了他的王位。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章第5到第11节，雅各的后代呀，来吧，我们依照上主所赐的亮光行走。上帝啊，你已经遗弃了你的子民雅各的后代。国内到处有从东方和腓力士那里来的法术，人民都跟异族的习惯。他们国内满有金银财宝，不计其数。他们境内的马匹冲刺，还有数不尽的战车。他们的土地充满了偶像，他们拜自己用手雕刻出来的东西。他们自甘下流，自甘堕落。上主啊，求你不要饶恕他们。他们要躲在山洞中，藏匿在地沟里，企图躲避上主的愤怒，逃脱上主权威与荣耀。日子将到，人的骄傲要被制止，人的自大要被破灭，只有上主受尊崇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他也下了一个标题，称为骄者必败。就好像我们读到了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一样，那个小儿子，他的骄傲使他误以为所有的都是他的，他也误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去管理所有的财产，但是事实上却是不能的。到最后他只能落到身败名裂，后来就回到父亲的家认罪悔改。近代有许多超大型教会，一间接着一间出了问题，有经营失败的礼拜堂不动产遭受拍卖，有牧者受不了色诱，也有经不起金钱的迷惑。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些著名的牧者们对于真理不是不明白的，但是他们却降服于这一些迷惑当中。非常有可能的是，他们因为骄傲而失去了警觉。许多超大型教会牧师经常开办牧者训练会，其实他们不但对真理非常懂，他们也自以为很会管理教会，有可能因此他们失去了警觉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认识了真理后仍然故意犯罪，就不再有任何可以赎罪的祭物了。我们只有战战兢兢地等候着审判和那要烧灭敌对上帝之人的烈火。那违反摩西法律的，只要有2个或3个证人证明他的过犯，就必须处死，不蒙宽恕。那么对于藐视上帝的儿子，轻看上帝立约的血，那就是洁净了他的罪的血，并且侮辱恩典之灵的那人又该怎么办呢？想想看，他不该受更严厉的惩罚吗？我们知道谁说过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子民。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多么的可怕呀！耶稣基督也这样提醒门徒们，在马太福音23章第10节到第11节，他说：你们也不该被称为导师，因为你们唯一的导师就是基督。
你们当中谁是最大的，谁最伟大的，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。上帝要把自高的人降为卑微，又高举甘心自卑的人。谦卑跟随，虚心领受，是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基督徒，应当要努力学习生命的态度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第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你领的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求你垂听我们，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你从埃及带出来的一棵葡萄树赶走异族，把这树栽上，你为它开垦了一片土地，它的根深深扎入，且蔓延这地，它的阴影遮盖了群山，它的枝条遮盖了高大的香柏树，树枝伸展到地中海，树根延伸到幼发拉底河。你为什么拆掉它的篱笆，任凭路过的人偷摘它的葡萄？为什么让林中的野猪来蹂躏它，荒山的野兽来吞吃它？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回心转意，天上俯视我们，拯救你的子民。求你来照顾你亲自栽种的葡萄树，就是你培植的这么茁壮的幼树。我们的仇敌砍下这树，把它焚烧了。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消灭他们。求你庇护你所坚立的国家，保护你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。我们绝对不背离你，你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颂赞你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领受救恩而不骄傲，愿意谦卑跟随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